善的。刚才你个唔捌伊啊，我讲国语你才会听。为了当然有多种啦吼，每一个所在啦吼，要讲足好吼，应该是无影或是想讲若有需要做调整的，嘛是爱伊调整啦吼。就大家来做伙研究的时阵吼，就当然大家拢会当受益，或是又能够进步安尼起来。大家拢会当得到好处，当然安尼是较好啦，若无呢，互我一直讲，结果呢，伊无啥物后果，无好诶，搁安尼继续落去呢，可能嘛耽误咱大家啦家己嘛无法度通进步当然若有呢，当私底下呢，较好联络或是能够调整的，我嘛尽量来调整。这个礼拜呢是迄个征战班咱各位行政组长咱若有人数嘛，可能爱赶紧报因为礼拜三嘛，就大家呢有当着热心呢，拢爱斗鼓励，因为即届。拄好碰到咱即个中心的讲师训练佮有迄个啥，迄个途径的输出培训所以讲刚刚咱去参加迄个讲师中心的讲师培训，就差不多有10个人当然个人有迄个途径的迄个培训所以讲，即届搁咱外请咱其他单位的电儿师来，当然呢，正有语音、银河甲和弦的，伊当然来参加但是咱家己单位呢，会当鼓励，也是爱尽量鼓励啦，因为咱遮嘛较近啦迄个当然负责人主笔就是讲无请的人会当，但是咱嘛是爱筛选即个你若讲差错，是讲即点类似伊开个法门安怎好势毋知啦，毋是讲成熟个就一定讲凭你看伊开个法门啦，看伊开个法门啦，不见得讲较新的伊就完全听无。不过当然咱大家若新的要来小可嘛，若讲真个足实地去讲伊的因缘袂歹咱当然会当甲因鼓励。即个各组呢，拢爱甲人数报出来，安尼较知影迄个安尼咱就来开始即个顶一段呢，再来呢，我就是讲叫咱大家分享即个宁静是释迦宁静是释迦那当然，伫即个所在来讲起来，释迦牟尼佛释迦毋是单独讲伊就是即个释迦牟尼佛你若是会当宁静，当然你也是释迦牟尼佛当然伊迄是一个即个名号名号而已你想讲咱即个市长无一定就是王市长无一定是王市长但是伫咱台南市市长呢，目前是即个王伟哲市长当然咱伫修行学道来讲即个咱来当有佛伊的意见、伊的方法、伊的作为，当然伊就是成就对一尊佛意思是同款那伫即个释迦来讲起来，伊是一个梵语，但是伫咱翻做中文叫做宁静，嘛会使讲是宁住啦宁静那是宁住。那么摩尼当然嘛是即个
即个啥呢？即个翻译翻做中文呢，叫做一别，是情境，一别情境。那当然，即个释迦牟尼佛呢，伊有了解即个名号，有了即个名号，也就是根据了解伊的德性、伊的性格，伊德性，伊所去成就出来。因为安怎修呢，有法度去成就。今日去课程，咱去听着主要讲咱嘛讲洗菜嘛会当成菩萨啊，叫做洗菜菩萨。这是老师带伊来得定的。即个洗菜菩萨，讲若有了解即个话会，伊一定报名参加度帮助就对啦。度帮助，伊讲足诚心啦，就拢会参加，就对。伊来就是负责洗菜。那么除了甲洗菜做好以之外呢，伊来到即个所在呢，伊就是拢念念做，无半句话就对啦。无半句话，就是做念念做伊的本分事，甲伊做好，伊成就菩萨，成就菩萨。所以讲起来呢，成就诸佛菩萨，毋是看咱世间的天职，敢是点本书一定的成分吗？敢有一定？无一定啦。嘛是爱看点本书伊本身安怎去做。所以讲要成就，嘛是爱甲家己的本分做好势，毋是你是经理，你是领导，你是组长，坏的人，伊就是一定成分，不是这样。毋是世间有迄个名，就有迄个位，绝对不会是这样的。就是看你实际是安怎做，你有真修实练无？有真修实练，当然你就会当去成就。所以讲呢，伊就是根据了解伊的性格，来教化即个众生。来建立的名号，所以讲呢，咱有足济的诸佛菩萨，伊的名号无同，那是根据了解伊即个德性，来甲伊建立，对不对？就是讲伊伫即世人修行的点点滴滴，是属于是啥？像咱但这名以修代仙，所以讲呢，嘛依照伊即世人修行所制作，来互伊一个名号，伊个时阵来建立了一个名号，所以讲呢，即个三辈的世界，伫即个三辈的众生，发因爱慈悲清净心所以讲呢，咱即个伫即个社会，对上古时代、中古时代到下古时代，对佛心变人心，对人心变佛心。咱来甲想，上古时代人是顺善有恶，中古时代是人开始有善有恶，下古时代呢，就差不多偏向于了解即个佛心。所以讲的自换意象，也就是讲，伫即个世间的三辈世界的众生，已经慢慢来离道，毋是道离开众生，是众生离开道。安怎讲呢？也就是讲，大家拢为了名义、权势、恩爱、恩爱、声色、慧智。那么呢，迷失在这个道人当中，迷失在这个有形有相当中呢，那么失去了解伊本来所具有的仁义礼智信。所以讲呢，分别即是众生，那来到这个众生的当中，搁来到这个三辈，又搁迷失在这个三辈世间了，所以讲呢。伫这个为人处事当中呢，
来发生了伫即个仁爱、慈悲、清净的心。今日去电视有报，咱咧研究一寡物件，拢用动物去研究嘛。用动物啊，用狗啦、猪啦，反正一寡动物啊，搁甲拢有可能鸟鼠嘛，有啦伊即摆来报出来，听你讲，伊要来甲伊做试验的时阵，是活活嘛无煮巴声，该调就甲调落该安怎就甲安怎安尼啦。所以讲咧，去互发现了，伊嘛讲这无人道。一只嘛，毋是讲叫伊袂使用，只是讲你本来爱有人道就对了。你无想讲伊是众生嘛？伊是精神嘛？你管伊听你咧听迄无？安尼无共款安尼。所以讲咧，伫即个所在，咱来甲想伊牺牲性命来互你做试验，要来研究人世间因的物件，伊就已经不得了不得了，牺牲奉献一条性命。你搁讲用伫遮尔无人道的做法来甲伊做一个试验，这嘛有人提出来讲话啊，所以讲咧，毋是讲干那迄个人，咱对伊爱好，凡有迄义无不存亲嘛，拢是共款老母娘一点的分灵化血，只不过是过去世，咱讲做无好势啦，去互走入作善道去。只是安尼个，所以呢，咱即个三辈的众生呢，缺仁爱慈悲清净的心，所以讲，即摆人愈来愈毒舌，即摆人愈无法度人去安顿了着伊的心。听讲叫咱咧食惯的啦，讲叫咱咧食惯的，这是讲大部分，毋是讲逐个人拢是安尼。那么伫较早，为虾米袂遐尼毒舌？即摆会遮尼毒舌？一种诶是对饮食，一种诶就是咱人诶涵养，涵养。所以讲诶，心上随境随波逐浪，起行造业，心随着了着外在诶境，起落落所以讲诶，咱讲看一项爱一项。去互伊迷翕去，所以讲咧，随着了即个潮流，你若随着即个潮流流行啦感觉会了，感觉会着，约袂了嘛，约袂着。但是因为即个潮流拢总是现象这一切的形象，所以讲咧，你着用了着外在一切名相，当然你就一定会愈远。因为道呢，伊是清净，伊是无碍。那当然，你若如果是来到这个世间呢，袂是伫了后随着这个潮流，所以讲咧，老师甲咱讲，咱修行的人袂使随着潮流的，袂使随着潮流来追求啦。各位真会敢听呢？真正咧，因为咱今日去修行学道啊。咱若如果讲就像讲社会潮流佫共款，就亲像甲拍哩，是佫啥物落嫁妆、落胸妆，佫头毛佫安尼染甲安尼五花十色，踮的是踮甲安尼，咱要甲看。虽然是在家修啦但是咱若甲咱的心性、时间、心用于迄个外在的相气。其实今仔日呢，你要会当担保名利，为虾米修道爱担保名利？因为你爱看会透啊。你爱看会担保，看会担保就是无去互潮流甲你吸引去，甲你牵着鼻子走。你有法度做着生命的主人，这我无嘛无要紧啊。尤其是讲话是个败坏风俗，话佫是败坏风俗。这检查佫袂当去做，因为咱是修道，修道就是讲要安怎会当明德服错，迄种淳朴，
圆妥妥，光灼灼。那你今仔日虽然是修行在家修，所以我伫在家修来讲嘅，更加无容易啦。因为咱伫即个人文嘅内底，伫即个社会当中咧，当然伊嘅议题较侪，所以讲起来，咱讲社会是一骹嘅大人塔，道中是一骹嘅铁石塔。嘛，就是因为安尼，咱袂使随波逐流，咱爱有法度。修道嘛是爱有修道的方法，修道的规矩，当然无讲袂使去佚佗，嘛袂当讲，嘛毋讲袂使穿水，但是你爱端庄，毋通穿迄啥物衣服啊？奇装异服，当袂使。你若生出伫迄个念，你爱随修道的，爱安顿落来，嘛是爱以朴素为主啦。当然佚佗会使啊，但是佚佗嘛袂当讲有闲就去佚佗，当时安尼，咱嘛是爱嘛是爱学习表演啦，袂使讲我安尼佚佗啊，逐个摆去佚佗，无意思啦，敢是安尼？若讲我散心会当，可以的，所以讲咧，咱毋随波逐流，尤其是伫咱修行内底，咱一定爱担保啦，若无。你随波逐流去地起起作业因为外在一切名相拢是背了着这个修主的心，所以咱毋通愈念愈乌，愈念愈乌。那么呢，伫这个所在呢，起了着这个迷惑。咱来讲，即摆食国的为虾米遐尼济？因为呢，伊刚刚似是而非，到要紧，对无？无害啊，无安怎？所以讲呢，伊会感觉讲迷失在这个地方，伊跟没有关系。但是这种物件你若捌袂了后呢，咱讲一直去啊，一直去啊，有钱食较无钱，无钱呢，要安怎？会趁面人开呢，食国趁面人开呢，所以讲呢，伫这所在咱来甲看啦，听讲伫咱路林啦，路林迄个电塔为什么迄个门拢会无？你敢知？你毋知啦？你拢是食到迄个肉啦。北去买无法度啊，互我是安尼听啦无啦有讲有影迄一段时间甲看奇怪，这个电塔内底拢无看，因为迄歌较好白，迄个字可能捌袂起，但是这是我听伊讲啦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那么呢，伫这个所在，你就来思考要有一个业，咱讲为了要盈利，不择手段，自从伊的有产出道甲伊陪葬，甲伊陪葬落去，那咱来甲想如果你培养伫这个所在呢，是愈卖愈深愈行，离道愈来愈远，这就是已经呢，迄个有了着这个无明，产生了着这个黑，来做了着这个业，所以呢会受苦，这叫做轮转嘛，叫做轮转。所以咱来看，咱所去当中的好歹，拢不断伫咧轮转当中，大家拢有啦好起来嘛是有呢，好起来嘛是伊的苦啦但是伊对金钱就无碍啦。但是伊的精神方面，在伊某一种方面，伊嘛是有伊的苦。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变成它不断的在轮转，也不断的在轮回。所以讲呢，因业受报，伫这个三界六道，叫做轮回的经济，轮回的经济，这就是讲这个娑婆世界就是这种的情形。那当然，释迦牟尼佛呢，伊应势来到这个娑婆，那么伊来甲取名叫做释迦牟尼，释迦牟尼。那么这释迦牟尼呢，咱来讲，伊就是灵人，就是人主，伊是特别，伊是清净，所以伊号这个名，也就是咧来启发了着众生，会当找回了着伊本来富有的
甲清净的心呐。所以拜释迦牟尼佛就是拜你保庇我呢，敢是安尼？哦，所以今日去咱拜佛，咱嘛要去了解了着为什么伊是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伊要号做安？伊为了着要启发着兄弟姊妹，所以讲你咧拜佛是求呢，你爱去体悟伊为什么会当对人来成就了佛，因为伊有慈悲，伊有清净的心。来利益众生以后，上天予伊一个名号，叫做释迦牟尼。所以讲咧，伫这所在慈悲，就是对人，嘛是讲叫咱人爱去学就对啦吼。你毋是甲人拜佛，你一定爱学佛。佛咧有慈悲，慈悲就是对人，破迷开悟啦，对人。所以讲咧，咱伫道场不断的拢会去安那会开启了着真济的帮助。还是讲咱当着兄弟姊妹。拢不断甲伊做一个鼓励，讲爱来求道啦，爱来修行啦，爱来听道理啦，爱来接近佛堂啦，爱来接近善知识啦，无非就是要希望互伊会当破迷开悟，然后来离苦得乐。伊若要破迷开悟，要来离苦得乐，伊若法度啦。随着咱逐个人的引导，开启着伊的智慧，流露着咱修道人的慈悲，那自然兄弟姊妹伊会对咱来行一条路呢，伊自然伊会当破迷开悟啊。所以讲伫咱的道场，咱来甲修，为什么咱伫道中会当锲而不舍？相信咱在座呢，伫道场上咱讲付出会使济啊，考验嘛足济啊。但是为什么你有法度人，搁伫这个道场不断？因为你已经开悟，所以讲呢，你开悟了后，自然你遇到的困难，你就会去甲伊看开放下，你当下你就已悟到了。所以讲呢，伫这清净是对己，对己，咱爱对自己。这个保持了着这个心，伊的本来清净，咱的心本来是清净的咱的心本来是清净，因为伫大经甲讲菩提自性本自清净嘛，本自清净，而且都是非常的单纯呐，迄才是咱本来的面目嘛，所以讲呢，来到这个世间的不见风景。无有了解这个烦恼，所以咱伫咧去修行，要安怎找回着这个清净，把咱本来这个清净找倒转来了后，咱爱260中，260中，以对境不生心嘛，你就法度保持着这个清净，你当然是真正不要蒙蔽嘛。你若对境生心，当然你就是染了红尘的一切名相。你若赞成，烦恼会不断。好诶，敢袂烦恼？好诶，有啦。进来中国啉着一烟吼，因人我真困袂起来。今仔日眼镜新闻报出来吼，着一烟咧，快咧，我真你因人会困袂死。所以好敢有烦恼？有啦吼。你若无着去烟好食好困得着，因为等下下课重要，倒来就处理啊。因为要开门有啦吼，无咧看迄个啊。所以讲咧，毋是歹的烦恼，好的嘛有烦恼。所以讲咧，咱爱注重好的、歹的、善的、恶的，对待的当中会当甲伊放下看开，自然咧就无烦恼。所以讲修仙，而且咱修仙是修一切善这是涵盖一切利益众生的事，我们不着想。所以讲修道袂当计讲论道啦，所以讲呢，袂当着相，达到了第三轮计讲，无布施的伊，无布施的咱，甲无受施，甲无迄个
会啥报喜的物件，无报喜的咱无接受的伊，甲无接受，甲即个报喜的物件，就是讲你有做即种的物件，你会爱达到退空啊。咱拢想讲，我安尼吼报喜偌济，这啊我报喜，迄啊报喜，迄啊安怎，迄啊安怎，毋通计讲问个，安尼咱会失去了伫即个。